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6月23，提摩太后书1章9节安尼讲：上帝救咱，拣召咱做伊家己的子民，毋是根据咱的行为，是照伊家己的旨意甲恩典。三个来祈祷，拣选阮做子民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至圣无比的主，你是施恩赐福万民的上帝，你也是统管世界、掌理万有的主宰。因为你是万王的王、万主的主，你伫万神之上，是阮应该懊恼甲感谢的。因为有你，阮要有无同款的性命，也要感恩称颂你无煞。主啊，阮常常认为是阮家己的行好守己，佮阮的好行为，直到阮通得救。总是你互阮知，阮通得救，毋是因为阮的所行，你拣选阮做你的儿女，也毋是因为阮有啥物好，乃是因为你家己的旨意甲恩典。阮只有感谢再感谢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愿咱每一天拢用感谢懊恼来称颂咱的主，因为伊拯救咱，拣召咱做伊的囝儿查某囝，毋是因为咱的好，是因为伊照伊家己的旨意甲恩典来赏赐咱的。愿咱每一天来感谢伊，学习伊的名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